哥哥，你不要拦我，拦我也服哟。妹妹，你真的要去知道选美么？年满18岁的玲珑镇少女，人人都要去祠堂请选赦免美人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。唉，一旦选上，你我的婚事便无望了。玲珑镇3500身家，18、19岁少女何止8人，为何托我选上？因为你是玲珑镇最美的女孩。我是玲珑镇最美的女孩。我和那些选上的美人，和那些我在团选上的美人一样的美满，一样美，胜利这非凡听，万事贤淑，将美成。此番竞选必选中，一旦选中，两人离分，须知道。孙年美人谁分明？美名之下常不赢。6年为营，6年息营，也是儿在年华情。为营的孙儿赴航亲征，都是情方能重为世家门。凋零永年老，青丝年望中，大头这些我都知道。说归古法早已停，一不应真一人。玲珑
孙旋，终身不许嫁男人。若知我愿清水河上一份多亏你好心的爹娘，虽上举起也曾比的是我亲闺女，娘亲她陪我生情深，姑姑你是与何福？我与你两小定下8年陪你。谈事情，弟弟年迈娘肚皮，只靠你小小话事月风气分明。还为1200银，养了弟弟的老，治了娘亲的病，洗了累的袄，报了2月的恩。关于什么？姑姑你娶妻生子，承年轻，早已为贤的女子，侍奉我那慈儿丧妻。妹妹，天下女子万万千，愿小早此生只爱你一生。姑姑，你是说要等我？堂上宣奏，等你归来。可是12年呀，总算一辈子也等。此话当真？天地为凭。此次妹妹告辞。他为选奏，他也
一定会选中的。李龙珍，我回来了。刘四，李龙珍到了。玲珑镇，玲珑镇。刘希阳，素起在为乡里。来到了祖先故土太神奇。与刘氏相识相爱在巴黎。关系回归上次两相依。你看这江南景色多秀丽。不算是人间天堂，令人迷。这位仁兄何时伤心？你是邱喜月，你是袁校长？喜月校长。喜月，你从法国留游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刘师，这是我儿子的伙伴袁校长。校长，这是我法国的同学，自己的未婚妻刘氏。Bonjour。喜月，喜月啊，这位女子是洋人还是中国人呢？是啊，论血统是中国人，论出身是法国人。我的祖父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跟着我的曾祖父来养出海了。所以呀，他一生下来就是长着中国脸孔的法国人。哦，难怪会说中国话。实不相瞒，家父早年曾在苏州一带犯过私仇，我这一口中国话多少还带一点苏州口音。拉下来说，阿爹，阿爹，爹，谢礼，小赵兄弟可是传苗古今美人的弹琴高手，12、13岁便被魏应楼评为双面画师了。失敬起过。哎，小赵兄弟，怎么没有看见你们家收养的女儿刘玉芝？记得你们可是幼年定亲，形影不离。如今她也应该长成大姑娘了，你们成亲了？喜月，你忘了，玲珑镇年届18岁的少女都要去选双面美人，落选之后方可人家。今日正逢选美之哦际，刘玉芝也去参加选美了。是啊，
镇上张在生刘玉芝去向18年前的双面美人金双子。双面美人金双子，传说中有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双面美人，一把尾鹰短扇，夹着10两黄金。后来事情败露，传召会用的金双子。刘玉芝像金双子，他一定会选中的。是来，玲珑镇正向双面美人的作鬼玩财，组织国法也能更改。我还是千亿文银，红玉成钢，2条鲤鱼来做裁题。是啊，2条8年鲤鱼决定女子一生。2条鲤鱼决定女子一生。说选中了，万事6年为银，6年行银，一生儿在方可成去。是。喜悦理想，万事大吉。时今归来，已是民国，这旧时代的老规矩也该改一改了。新世纪文明风，吹遍世间，正向着玲珑镇历历吹来。是你爸父，你是全家唯一的子，这张送你留洋，且需终须为王，就是为了让你预早一日继承玲珑镇，祖传帅爷呀！喜悦。你可不能让一代又一代的玲珑女老死在为阴泪啊！小赵兄弟，放心，无论是刘六子，还是双面美人，都不能让他们锁在魏营楼里，也是二成。多谢曲江大少爷，千语文言，红玉成钢，不就是中国成语里说的落叶成玉吗2条老鱼主宰人生，真是荒唐，真是太神奇了！下来，我要去看东方小妹。刘四，刘四。
王母说陪葬霓裳，老君说逍遥道长，陆桓说八将要皇要王说为虎见汤，孔明说风流倜傥，济公说水不癫狂，宫廷说富丽堂皇，群里说配对成双。水雨水风，水虎水，公水雨水风水虎水，金水银水天水这水，君水万水，君水万水，江水子水子水去水马水会水，万语那美人美万美万美人玲珑团算。这正是天下名算才江南，江南名算才本乡，本乡名算苏团算，团算美才真成乡。请各位坐牢设处。良辰美景天乐日，夜在六月为家乡，愿他留洋莫重阳，在人逐年把得长。这结果各路算上，万生秋秀，拜见诸位上卿。喜悦才又是丧亲，连公去世早上膝下父子，因而夜着喜悦，自动情深。7年之间，我送他留洋，至今也曾归来。愿他早日担当重任，光大诸年。走来。这喜悦身边，怎么一个蔡阳君带养母的女人啊？天上是喜悦的福气女儿，此番一回，想在家乡办一场传统婚礼。福气女儿就是外国人，就是当初要娶外国媳妇。不可！
少管家求三寸，三寸在，请儿与苦赠倾倒。卫兵处长一算倾倒，本届选美可否 K 死？处长放心。好。照300年规矩，长命早应，甄选本届美人，请红儿与，请红儿与。淑女才算欲告早应。青玉不闻，红玉不成，落选也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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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落选，落选，落选，落选。
门迎红玉成高，刘牛子当选算面美臣。你是谁家女儿？生得是如此出众。玲珑正开，清水桥边，小小一盘标舞店，家父姓袁，随母姓雷。刘玉子，你是这些年里最令我敬业的玲珑女，也是18年来最完美的双面佳人。多谢州长。啊，才为新晋美人刘玉子更衣良姻，就送进为姻喽。是玉子，何人说话？在下袁小昭愧见州长。袁小昭，袁瓦氏，你有什么话事？小昭受尽禀告，我与新晋美人刘玉子乃有年定亲。有你定亲哪有说？我想你想什么？州长，小昭兄弟，我与他两小无猜，共长大，只盼长夜早结成连理花。倘若他今日成了双面女，从此老爷分飞更天涯。你自幼生长玲珑镇，世代伶人玲珑恩。殊不知玲珑选美凭天命，真有你凄凄苦苦诉悲屈。还不站起来！小周兄弟，小周姑姑，妹妹，妹妹，小周姑姑，你不是发了誓愿等我吗？你的未来妻子，她是一位双面美人，你难道不该为她高兴吗？我高兴，我高兴。族长已经吩咐为新晋美人更衣良姻，还不快送美人下去？是，妹妹。伯父，我有话说。喜悦，你有什么话说？请问伯父，双面美人6年为姻，6年结姻，12年不得为嫁，不可加深的规矩，真的是祖宗定下的吗？是。如今已是民国时代，这老规矩能改一改吗？
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八夫作为错啦！算灭美人三贼，毁了多少情怀？玲珑女儿非常薄，死去青春不再来。小枣牛子情理在，只有下两无猜。我一代比娘，从此生生，从此生生被拆开。听戏院，张开闭开哦情，岂不知算命女不比寻常人，三不是切莫藏我月中居，七也是生此外肉，愿风尘300年，祖宗规矩传下来，切莫为少人徒长妇人心，把我写下无憾也妇女，曾作孽妇也齐房，才离生才你懂了吧？不懂，万事不懂。算命美人的规矩不能改，算命美人的规矩改了，不能改，不能改，不能改。你们快！刘四，快离开浴缸！快离开浴缸！刘四，你快离开浴缸呀！青玉问英红于成刚，发举女神当选中国将来所念美臣。刘四小姐，恭喜你了！不，刘四她不是中国人，她也不是玲珑女，她不懂规矩，也不要做算命美臣。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爸爸，刘四从来长到懵懂无知，你就当她在做游戏吧。青玉问英红于成刚，岂能当作游戏？刘四，我们为罢离吧，我们不要再
中国办婚礼了，我们言财求子。不，我要做衰面美人，我要把自己的美丽围在团穗上。来，才为新晋美人刘氏干一两银，授予6月子一同送进为迎哦。报下令。刘氏，你为何回帝？美人的为领断算，本上行规定1000吧。本上行也规定1000吧。本上行规定1500吧。本上行规定3000吧。报！苍天有我，玲珑团帅永生不衰。曹长大人，你这不是采买玲珑算，你是采买玲珑女。你连青菜儿的未婚妻也要一起卖吗？少管家，曹长请我打开魏营楼，将所有魏营血营的所有美人都请将出来。邱某今日要让天下算上，大开眼界。打开为营楼，请所有衰面美人适当两饮。救你出来，我要毁掉魏营楼。
相随烟台，发身头。铁子，铁子，张马王马，唤我何事？两位瓦师前来会议，取因何人？吕女子，刘氏，瓦氏何人？原瓦师，屈少爷。刘氏进来是非安静？安静，安静，安静的像一只不是嘛？这个杨丽儿实做的美人，刚进来是调皮捣蛋，各是新鲜。可是新鲜一个，便吵着闹着要出去，女昂父子。啊，还好，爹爹吩咐叫他上了规矩，不出3天就变成小鬼猫了。那刘玉芝时候，吕女子啊，可是天生的双面美人，每天治疗邪情，就是为我像一个女道士。哎，不是像女道士，是像女仙子。哎呀，对，女仙子，简直一点掩护气都没有。对了，爹子，吕女子好像一个人。哎，对，好像一个人。像谁？像一位双面美人。像哪位帅面美人？爹子，你看看手中的短酸呐。我手中的短酸，吕女子像不像爹子你短酸上的美人？刘玉芝像我短酸上的美人。哎呀，像，真的有点像吗？不是有点像，是太像了。爹子，吕女子好了，请2位瓦师内院取经，唤刘玉芝刘氏下来会议。是。买
记得魏营的规矩吗？不许交谈，不许走亲，不许斗论，不许分明。你们要守之规矩。是，去吧。新进的双面美人刘玉芝想我，想我。悠悠岁月，似流水。18载面纱水，18年来因名为夫人之相，我是也曾落英，曾与亚美，也曾惜花比月美，也曾也算望金贵，也曾远近深。
那一程月色洒清辉，怀抱思生意，神通怀着悲，引地声声做流水呀，做流水，做流水。多少位眼泪不曾阿妹，多少位托事把泪回，多少位呀梦里母女为呀，多少位心事我苍18年来验真相，18年来诉心扉，18年来难再会，18年来前尘飞。一把旧团算，朝夕暮夕尽团莫算到来流牛搅乱心思，往事莫非今生与相逢？难逃眉尘啊！
美人卷子脸，身如平峨眉，但见泪痕深，不知心恨谁？乃妙乃娃的短信，眼见未见丑门，方知算语有缘深
泪向我，美丽倾城，恰愿泪美人儿，只为不应，恰愿美人送。兄泪淋漓，泪眼朦胧，悄声问玉子啊，你可知今日为人是何人？一腔有文化本身，刘氏啊，别了你还会想受气压力。海边何人说西声？帘外花丝是何人？分是秋月采山花，挑开珠帘开分明。刘氏，玉子，喜悦，小张。一世情，荒草梦为夜中人，夜中人，夜中不许交代，不许追娶，不许带人，不许问你。你们都请我走开！喜悦，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，快带我离开这里。刘氏，原以为神秘哥哥事事新鲜，次次美丽。刘氏，恰不了金碧的小楼，他要把人来仔细。蒙面师傅心很痛，变成法子把人气，逼我穿上八口衣，来得我胸口是堵难呼吸。到夜晚一盆清水上足巾，冰得我一口一口吹冷气。喜啊，快快救我离此地，怪我是与特法刘氏，喜悦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样的地方？亲爱的，你是委屈了。我恨这个地方。我也恨，我也恨。我会带你离开这里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。喜悦，刘氏。
好么？也好。牛子妹妹，你真心要做一个酸面美人，无怨无嗔？是，我要真心做一个酸面美人，无怨无嗔。莫非你不想回家，不想见到爹娘，不想早日与我成亲？你想，你不想？牛子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300年来玲珑镇多少太人玲珑女，我的112年算不得什么。你心甘情愿为玲珑所殉节？不是殉节，是宿命。小赵哥哥，你我都是玲珑镇的孩女，从小吃着玲珑饭，穿着玲珑衣，理所当然要一颗玲珑心嘛。理所当然，玲珑心。也罢，300年来玲珑镇多少代人玲珑女，这112年也算不得什么，就让我的这颗心守着你的玲珑心吧。愿王师，你要用心为我回忆。我有心。我要做300年来最美的酸面美人。我要做300年来最好的美人娃子。请刘氏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悄悄地将魏迎来的事报告了上海法国领事馆，民国政府也会派人进来解救你，解救所有的玲珑女。我等不了，我是法国人，没有人可以剥夺我的人生自由。这里不是法国，是中国，古老的中国。做国家法可以高过法律，你懂吗？我不懂，现在就带我走，现在就走。没有族长的参与，你走不出魏营来，我们也走不出玲珑镇。刘氏，你相信我，再忍耐几天。刘氏，来呀，在将刘美人请进魏营楼，好生管教。你是谁？你凭什么管教我？凭什么让我穿不可以？凭什么让我进冷水中？凭什么？我是你的师傅，穿不可以，进冷水中。那是酸面女生生必修的功课，是为了你美。不，你这是摧残人性，是虐待。你是一个虐待狂！张妈，在还不快将刘美人请进魏营来？是，我会救你的！下来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！下来！愿王师珍重。刘玉芝，你过来。师傅，如何见教？
我听说你和袁华师原是一对恋人。从前是，如今他是华师，我是双面美人。我还听说你是袁家表五店的养女，是吗？是，我是袁家表五店的养女。师傅，我还要分什么呀？你看我手中的这把短锁，锁面上的回音美人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知道，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告诉我，她是谁？他，我不是。可是我能猜得到，锁面上的美人谁是你？是我。是。你看不到我的容颜，恰能说出是我。面上可以做出师傅的容颜，但做不出师傅的美。师傅的美，扶持不在，是因谁喜？刘玉芝，师傅。师傅，能否揭开面纱，让弟子看上一眼？刘玉芝，师傅，你去吧。师傅，珍重。张妈、王妈，在。送两位瓦师出门。是。两位瓦师，请。邱少爷，依照错长吩咐，来呀，将邱少爷请出玲珑寺。请。邱三成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哎呀呀，邱少爷，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情种，可想不到你是个叛逆。嘿，你经常跑到上海法国领事馆和原政府，把玲珑镇搞了。你这是要毁掉维尼楼，毁掉玲珑栓吗？你是我搞到了上海法国领事馆，搞到了原政府，我就是要毁掉这把确认的妥锁。邱少爷，那对不起了，来呀，将邱少爷请走。请。我要带着我的爱人刘氏一起一走。那可不行，你必须言走就走。你，这是错长的手谕，请你即刻离开。你走。
可是我要揪出刘氏，揪出我营楼里所有的四面为臣。我要毁掉这座埋葬我人的陵墓。我是佛国神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小李师弟呀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小李师弟呀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小李师弟呀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小李师弟呀。首长，第几刀？请他进来。是。首长，我来了。请坐。连到双子。外面的雨下得好大呀！是啊，一场秋雨一场凉。双子，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连伯，听说邱世月把你告了。放心，这事已经过去了。八月张三，外国领事馆副局官室所采国封赏，原政府郑重随行，与玲珑女签订契约，一切神佛事情。60万在魏营内，邱世月岂肯罢休？这个胡日子，尽管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，把魏营楼设成了惩戒体院。什么玲珑女12个手证是非法囚禁，财财人心，闹得满城风雨。连伯，放了60吧，沈家毕竟是外国人。放了60，那邱喜月就要跟着走了。喜月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也是秋日大作唯一的嫡传子孙，是要继承祖业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苦心栽培他，我不能白费了心血呀！我看邱世月
我想是你的传人，他早晚会毁掉你的孙女的。他还年轻嘛，等月里生了，慢慢就懂了。知道祖宗传下来的都是宝贝。但愿是此吧。双子啊，把面纱揭下来，让我看看你，好吗？不要，万一被人看见，你这个所长就不好当了。放，就快，爷爷，脸婆。你让邱三成接我来，是有什么话说吗？没有，就是关到来，心来，想让你陪陪我。我倒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我问你，你想我们的女儿吗？我们的女儿，3年前丢在青石河的女儿。我们的女儿她玩我着，而且长大成人了，她或许就在你我身边，就在你我身边，是谁？脸部你看。这把莲宝，你还记得那年选美，你我在祠堂第一次见面吗？记得。我是玲珑女，你是他少爷，一见同心眼，从此两光牵。
18年了，直到正年一灭，倾心已死。可是何曾想到，你我那丢弃的女儿，她福大命大，非但没有落难，还长成了绝世的美人，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你我身边。嫂子，你对的，那6月子就是我们的女儿。莲宝，你还记得我在婴儿襁褓上放的那把团扇吗？团扇上唯有你的名字和画像。我听说那把短扇一直挂在林玉子的床头，从她小的时候就一直挂着。哦，原来是这。我敢肯定，刘玉子做双面美人，就是为了寻找母亲。莲蓬啊莲蓬，你我丢弃的女儿，她是去找上门了，找上门了，找上门了。莲蓬，哪有怎样？做了双面美人，就要在魏营楼的之上也是2层。这可是300年君守不变的规矩，我求你不，是玲珑山祝你的18代传人呐！规矩，规矩，这规矩毁了你，毁了我，还要毁了他们。
脸部，我求你。放他走出为营来，从此离开玲珑镇。他好好成个家，好好嫁个人，好好生个子啊，好好做为人，好好相随心好好珍惜这一生。爹母，你答应我，让我们母女一同离开玲珑镇，我们走得远远的。我想，在一个谁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揭开脸上这层面纱。我要让我美貌的女儿看到她同样美貌的母亲。我没有想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放不下玲珑镇，放不下玲珑女，更放不下玲珑锁。我放不下，我放不下，放不下。
自从我接手这把玲珑耍，这身上又是套上一副家。那一年，李母迎亲来路，老母亲一怒之下逼他。临终时，他让我手指再把玲珑耍。你可惜不可非，世代承传真光华，若真相送喜越留洋，越希望也能让玲珑帅跟上潮流新步伐。谁知他越了洋人放祖宗，焚尽之后在我成就，深深与我结成了冤风风雨，才把好情且算，心绪长。莲母，飞鱼带你怀愧疚，耗尽了你的好年华，从飞牵手，阳光下。鬓也白
发，夜夜昏花啊！要走你就快走吧，从今儿向江湖，才天呀！姓金的帅面美人，一个是我的财儿媳妇，另一个是我金双子的女儿。我要上命去救他们。烈母，烈母，
我可怜的女儿，你是时候知道事情的生死的母亲。我一个女孩18年来，总是我一个女孩梦。14夜香在心中，我一个女孩梦，一家团聚。乐我的这个女孩和尚点灯蒙蒙，13岁上那一层，意外发现在家中，想的一把美人孙，孙上美人笑容容。他看我来，我看他，敷衍之中，心相通，这团顺。听说我什么来下来，我要去蒙古。
轻轻看到我，时时也想问切梦萦的此梦怎有？双子，让我为你揭下面纱。母亲，好，我死记揭下。喜悦，伯父，我知道你自称高远，伯父不免将你留下。伯父，你说得对呀，300年前定的规矩是改一改了。从今以后，凡年满18岁的玲珑镇少女，即可自愿参选双面美人，3年一期结脉为家。不过3年内必须编制草书，清心寡欲。伯父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这是一把玲珑栓，玲珑栓就是要有玲珑栓的规矩呀。哦，来，少管家，首长，你今我自为所认，双面美人6月子，新晋为玲珑栓的系传承。 6月至今身为玲珑栓第19代传承。